南投一级镇公所伫公有地打造一个游戏的沙坑，伫正式开放进前，邀请当地幼稚园的师生先来试耍，看倒位有欠点要先来改进，要让周边的设施更加安全。 南投县集体镇公所打造的头一个公立予囡仔耍的沙沟已经完工啊！是讲镇长陈继兴希望讲更加符合囡仔的需要，专案邀请镇幼稚园的师生专工来体验。我们集集镇一直都没有一个游戏的沙坑，但是我们公所的公有地又相对的稀少，火车站东侧这边所以我们就趁着来改善铺面，把整个铺面平整化的时候呢，来增设一个小沙坑，让我们镇上的这些小朋友们有个想玩沙的话，有个地方可以去。这个沙沟专门用更加清气的白沙，希望讲让囡仔体验上安全的五感学习。经过这幼稚园的师生体验后，镇长会将需要改善的部分做进一步的处理，会阁向乡亲宣布正式开放的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